喺遙遠嘅北歐有一個寧靜嘅小鎮，住咗一個14歲嘅少女，佢叫做蘇菲。蘇菲本來每一日咧都係過咗一啲平凡嘅日子嘅，但係喺某一日放學翻到屋企嘅時候，佢就喺信箱裏面發現咗一封神秘嘅信，上面寫住一句你是誰。冇幾耐之後咧，佢又收到第二封信，信裏面只係寫住世界從哪裏來。呢啲簡單但深奧嘅問題令到蘇菲陷入沉思，而且展開咗一場奇妙嘅哲學冒險。寄信俾佢嘅人個名叫做阿伯特克洛克斯，一個神秘嘅哲學老師。佢透過書信同埋筆記引導蘇菲穿越西方哲學嘅歷史長河，由古希臘嘅蘇格拉底、柏拉圖到中世紀嘅聖奧古斯丁，到現代嘅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弗洛伊德等等嘅哲學大師。蘇菲好似踏上咗一個穿梭時空嘅旅程，每一章節都係一次新嘅思索同埋啟蒙。故事嘅奇幻之處在於，隨住蘇菲學習哲學，佢開始發現自己身處嘅世界好似唔太真實，佢嘅生活好似俾冇人控制住咁樣。一個叫做艾希特上教嘅人不斷喺佢嘅世界裏面留下痕跡，而呢個上教嘅女兒似乎係蘇菲嘅觀察者。蘇菲開始懷疑自己係一個被創造出嚟嘅角色，就好似哲學家懷疑現實世界嘅本質。於是蘇菲同佢嘅哲學老師艾伯特聯手設計逃脫計劃，要從虛構之中逃離。就好似柏拉圖嘅洞穴預言一樣，佢哋想衝出故事嘅籠牢，追尋真正嘅自由。最後，蘇菲同艾伯特雖然成功擺脫咗上教嘅控制，但係就進入咗一個不可思議嘅維度，一個思想嘅世界，冇肉體，冇時間，只係純粹嘅靈魂同埋意識。蘇菲的世界唔只係一個女仔嘅成長旅程，更係寫俾每一個人嘅哲學情書。呢本書嘅作者用咗一個奇幻嘅故事，將深刻嘅哲學化為生活嘅提問，例如係我是誰？我是從哪裏來？呢個世界又係真實的嗎？蘇菲的世界話咗俾我哋聽，只要你開始發問，你開始思考，你就喺哲學嘅旅程上面開始啟航。Hello， 大家好，我係螢火書蟲啊，歡迎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大家啱啱聽到呢個故事呢，就係蘇菲的世界嘅故事大綱。咁呢本書呢，原文呢就係挪威語，因為佢係一個挪威人寫成嘅。而呢個作者呢，叫 Jostein Gaarder 啦。咁其實呢本書同埋呢個作者都好威威嘅。咁呢本書呢，曾經喺1994年獲得德國青少年文學獎同埋最優秀作品嘅獎項嘅。而呢位作者啦，佢其實除咗係研究神學、哲學之外呢，其實佢都係一個暢銷書嘅小說家。咁佢本人呢，都曾經獲得呢個挪威文學評論獎嘅，而呢本書咧已經翻譯咗13種語言啦，淨喺德國咧都已經賣出咗300萬本噶啦。而呢本書咧對我嚟講咧真係意義重大嘅，我會形容佢係我嘅啟蒙之書。如果我要 list out 3本對我人生最大影響嘅3本書咧，呢本書肯定係榜上有名噶啦。咁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呢本書嘅時候咧，我係好細個嘅，嗰陣時咧我喺圖書館借翻嚟嘅啫，初初淨係見到英文版啦，咁後尾咧覺得都好睇啦，同埋其實因為當時我嘅英文亦都唔係非常之好，我唔係100% 明，我明7、8成。跟住咧，我係再借翻本中文嚟再睇一次嘅。而近年嚟咧，我喺台灣誠品咧，我有一次見到呢本書嘅精裝版，仲係掹咗膠紙冇得打開嚟睇嗰隻咧。咁咧我就即刻買咗翻嚟啦。咁直至到錄呢集節目之前咧，我都仲係咧掹住個膠紙冇搣開，而擺喺我床頭供奉嘅。咁為咗集節目啦，咁我就終於拆開個膠袋，打開本書，仲係畫咗好多 notes 喺上面啦。咁我就為咗呢個節目咧，我就畫花咗呢本精裝版嘅收藏版啦。但我覺得都係好值得嘅。咁點解呢本書對我嚟講係咁震撼呢？話說我自小就係個問題少女啦，問咗好多問題而係得唔到一個合理嘅回應同解答，同埋會俾人 shut me up 咁樣嘅。例如就係自小就會好想知點解人會生啦，會死啦，甚至乎我細個嘅時候我見到我隻雀仔死咗，我都會發現其實所有生物都會生會死，而其實係冇人答到我嘅。當然啦，咁我係一個基督教背景嘅生長環境長大嘅，咁我都係讀教會學校長大啦，咁好容易好直接就係老師就係會用宗教嘅角度去俾晒呢啲答案你啦。咁但係其實我當時咧，我心裏面咧係唔埋單嘅，覺得有好多問題未合理嘅。但係咧，原來我去質疑嘅話，我覺得呢個解釋唔係好合情理喎。當我去質疑嘅時候咧，其實都係錯。你知啦，喺宗教嘅世界，你質疑一個宗教權威俾你嘅答案，其實已經係錯噶啦。你問呢個問題已經係錯，你懷疑已經係錯。咁
但係其實我當時我唔係反宗教啊，但係而係當時以我小朋友嘅邏輯嚟講，我覺得佢哋嘅答案未係一個合理嘅解答，而佢哋係阻止我繼續發問嘅。咁所以呢，我遇到哲學或者遇到一本書去話俾我聽咩叫哲學，去學識思考、學識提問嘅時候呢，我就簡直係地震啊！我形容我係我世界地震，同埋係好興奮嗰種地震。覺得喂，正啊！原來呢個世界有人話俾我聽，問落去係啱嘅，而暫時未嘅答案唔緊要，但係都要繼續發問，去繼續思考。咁其實呢一個信息對我嚟講係非常之重要。我小時候嘅時候呢，我人生有個小插曲嘅，就係我有一個同學仔話俾我聽，就其實呢，我好唔中意你嘅，因為呢，你成日問問題呢，成日問老師問題，搞到我哋遲咗落堂放小息啊。其實呢，我所謂遲咗放小息呢，可能係遲咗1分鐘2分鐘，但係對小朋友嚟講呢，得個15分鐘嘅小息啦，嗰1-2分鐘呢，就係好嚴重噶啦。呢本書最震撼我嘅信息呢，就係講咗俾我哋聽宗教係點嚟。大家有冇留意呢？其實世界各地或者唔同嘅部落啦，原始部落佢都係有自己嘅宗教，佢自己拜唔同嘅神。咁究竟係點解呢？大家試下幻想，如果你喺一個大自然裏面長大啦，你從小都喺個花園裏面成長，你觀察到4季嘅變化、大自然嘅變化呢啲自然現象，但係你解釋唔到，亦都冇學過科學，你自然會去幻想一啲非自然嘅力量去解釋呢件事。即使係一個原始人，其實佢哋都會觀察到咧萬物嘅興衰、四時嘅變化啦。咁大家咧都係面對有陣時嘅天災啦，覺得好無助啦。好多時咧種咗啲田啦，可能一個天災啦就乜都冇晒噶咯。跟住咧打風落雨咧，連狩獵又唔可以啦，又搵唔到嘢食啦。咁其實喺咁無助嘅時候咧，佢哋會好希望去拜大自然嘅一啲神明啦，去幻想啲神明出嚟去拜啊，去祭祀啊，去令佢哋帶嚟幸運啦，同埋可以帶嚟平安。呢個係好正常嘅人類反應嚟嘅。其實時至今日咧，依然有一啲非洲部落係會跳求雨舞。佢哋個地方容易乾旱啦，寸草不生，亦都種唔到農作物嘅情況底下咧，佢哋去做一啲嘢，正所謂我阿婆所講嘅心安理得，去做一啲嘢去安慰自己同埋增強自己嘅信心去活落去咧，係好自然嘅。所以我亦都唔去做任何嘅批判，話人哋迷信啊，或者去批判別人的宗教咯。但係講清楚先啊，所謂嘅唔批判咧，係我理解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喺唔同嘅社會裏面咧，佢哋係會有自己嘅宗教信仰。我係好理解大家嘅思想不同，而去有一個同理心去接受別人。但係咧，我哋就冇藉口噶啦，因為咧我哋係讀過書噶嘛，咁我哋喺一個文明嘅社會長大噶嘛。作為一個文明社會裏面長大嘅人啦，有讀書嘅人咧，其實我哋係冇乜藉口去唔思考嘅。咁所謂嘅思考咧，簡單嚟講，第一步就係 fact check 啦，就唔係人哋講乜你信乜啦。小至係食花生，以至到係健康信息，例如話食乜乜乜乜致癌嗰啲咧，又或者係一啲政治嘅新聞啦，其實我哋都係要需要分析下我哋嘅資訊來源係咪可靠啦，同埋有批判式嘅思維去分析一下我哋聽翻嚟呢個資訊咧合唔合邏輯咯。咁講完呢本書對我嘅個人意義，咁我哋馬上開始今集嘅內容去講呢本書啦。咁呢本書咧係一本懸疑小說、奇幻小說啦，非常之有追看性嘅。咁即使我已經劇透晒俾大家聽啦，頭嗰2分鐘大家都已經係大概掌握咗呢本故事嘅大綱，但係我好相信大家只要打開本書嚟睇，當一本小說咁睇咧，依然會揾到呢本書嘅趣味嘅。大家會去諗啊，究竟嗰個教授係咩人呢？咦，教授係咩人？呢個答案揾到之後呢，教授背後又好似有啲人去操縱緊個故事劇情，又好似有啲人影響緊佢哋嘅世界。咁究竟嗰個係邊個呢？即使大家知道咗之後呢，都係會好想追看落去咯。其實呢本書嘅資訊量係非常之多嘅，所以我都唔建議大家去一次過睇晒，可以去分段咁去睇啦。佢每睇完一個章節之後呢，其實都會反思一下、思考下，先再去睇下一個章節。而喺呢一個集數裏面呢，我呢只會去分享頭一個部分，因為資訊量實在太大啦。咁如果我要講晒嘅話呢，我諗呢條片會非常之長。咁所以呢，我就選擇咗去講呢本書嘅第一部分去俾大家聽。咁要講哲學，梗係由西方哲學嘅始祖去講起啦。大家對以下3個名字呢，一定唔會陌生噶啦，包括係蘇格拉底啦、柏拉圖同埋亞里士多德。但係先喺呢度戴一個頭盔先，因為呢個 channel 呢，純粹係我個人嘅睇書之後嘅分享啦，同埋一啲個人感受啦，而並非好專業咁樣同大家討論哲學嘅。如果大家想認真咁樣聽下一啲哲學討論嘅話呢，可以碌過去睇荼毒室噶。好，講到蘇格拉底呢，我就要講一講蘇格拉底教會我的事，就是我是問題兒童也沒所謂。咁點解我會咁講呢？因為我絕對係一個問題兒童。咁由細到大呢，我都係狂問啲大人問題，問到大家都會嫌我煩噶啦。咁當然首當其衝嘅係我阿媽啦。同好多小朋友一樣，我當然會問呢個世界點嚟噶？我係點嚟噶？點解會有我出現啊？咁我阿媽呢，好早呢就已經知道咩叫以毒亂媒噶啦。佢當然係同一般嘅家長或者都好傳統嘅家長一樣，話俾我聽我係石頭爆出嚟噶啦。最爆就係佢話呢個世界都係石頭爆出嚟啦。咁咧其實我當然知道佢係水我啦。我更加清楚
嘅咧就係佢唔想答我，或者係甚至乎佢根本唔知點解，咁我就唯有收皮啦。咁當然啦，當時都會問一啲學校嘅老師啦。由於我係一個天主教環境長大啦，我由細到大讀天主教學校嘅，咁佢哋都會去答我一個宗教嘅答案。而宗教嘅答案咧，其實我都係會覺得唔係一個我滿意嘅答案，係因為點解咧？其實佢哋冇交代事情與事情之間邏輯啊，嗰個 flow 唔順。咁所以咧，其實我當時咧，我知道我唔可以再問落去，我都係要收皮，因為再問落去咧，老師就嬲噶啦，或者你質疑一個宗教嘅權威咧，其實係錯嘅。咁我好細個就有呢個意識噶啦，直至到咧我睇呢本書之後咧，我就知道喂，打爛沙盤問到篤係黑人憎，但係冇問題噶。咁就由我呢個過期嘅問題兒童去為大家介紹下呢個問題老人蘇格拉底啦。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喺一個古希臘嘅市集裏面，有一個唔靚仔嘅阿伯，着衫又好 hea，佢不停喺度製造問題，乜嘢都打爛沙盤問到篤，問到大家懷疑人生。我諗大家會想象到佢有幾唔受歡迎噶啦。而佢最常問嘅問題咧，就係你哋有冇諗過乜嘢係正義啊？你肯定知道咩叫美德，乜嘢係人類嘅真善美啊？呢啲係佢好多時嘅會問嘅問題啦。而蘇格拉底嗰種傾偈咧，就唔係普通嘅傾偈，叫做蘇格拉底教學法，又叫做詰問法，即係不停去問問題，不停去逼人哋去反思。而佢最大嘅信息咧，就係話其實你知道自己無知，你就開始有希望啦。當你覺得自己無知，你就會去謙虛咁去探求知識，開始去深刻理解一啲事情，咁你就開始會有智慧咯。要承認自己無知，先至會真正開始追求真理同埋知識，先至會有機會去發展到智慧。而蘇格拉底亦都堅信知識即係美德。蘇格拉底認為人知道咩叫善，就自然會做惡。實在我哋大家咧喺現今嘅社會都睇到好多人就係因為唔知道咩叫正確嘅善惡道德標準，先至會做壞事。好多做壞事嘅人其實唔覺得自己係做緊壞事嘅，因為佢根本個心裏邊冇嗰條尺，冇嗰個原則喺度。咁所以咧，蘇格拉底咧嘅人生目標咧就係幫助大家認識自己，喺內心深處去探求真正嘅自我，找到屬於自己嘅美德。而呢位街頭哲學大師咧，其實佢冇留低任何嘅著作，我哋所認識嘅蘇格拉底都係靠佢嘅學生柏拉圖嘅筆錄，我哋先至知道佢嘅想法嘅。好，咁劇情發展到呢度咧，咁我哋柏拉圖要出場啦。柏拉圖咧就係蘇格拉底嘅徒弟啦，而佢最出名嘅著作咧，當然係《理想國》Utopia。咁好明顯佢就係一個理想主義者啦。柏拉圖咧亦都有其他嘅朵嘅，包括係洞穴裏的夢想家同埋理想國的建築師。柏拉圖嘅思想咧係深受佢師傅蘇格拉底影響，而且進一步咧創建咗一個宏大嘅哲學體系，叫做理型論。柏拉圖話俾我哋聽，我哋見到嘅呢個世界咧，其實只係一個影子，而真正嘅世界係存在一個我哋見唔到、摸唔到嘅理型世界裏面。喺呢度咧有完美永恆嘅善啦、美啦同埋正義呢啲理想嘅 idea， 一啲理想嘅型啦。我哋現實世界裏面嘅一切咧，其實都係呢啲完美理型嘅不完美複製品。就好似你見到一隻可愛嘅貓貓，其實呢隻貓嘅理想 idea 咧係存在於一個更高嘅思想世界裏面嘅。啱未聽到一嚿雲咁咧？為咗大家可以清晰啲咁去理解，我又試下講下柏拉圖嘅洞穴寓言啦。咁洞穴寓言咧其實好出名，我諗好多人都聽過噶啦。咁幻想一下啦，有一班人從小就混喺一個洞穴裏面，佢哋只係見到牆壁上面嘅影子，而佢哋以為啲影就係真實嘅世界。咁我諗大家都應該睇過皮影戲啦，又或者甚至乎係細個一定有玩過噶啦，就係攞隻手去扮雀仔去睇嗰個影啊，或者扮狗仔啊。咁呢啲我諗大家都玩過噶啦，咁所以都唔難想象係什麼情況啦。咁直到有一日，其中一個人咧就逃離咗個洞穴，佢就走咗路，即係逃獄咁樣走咗路啦。佢就終於見到一個陽光下嘅真實世界，咁佢先發現，咦，我之前見到嗰啲嘢全部都係 fake 嘅喎，咁係一個影子，係假象嚟噶啦。咁咧呢個寓言就係講，跟住咧佢就走翻入個洞穴裏面去話俾嗰人聽，喂，我哋俾人 fake 咗好耐啊，其實我哋見到嘅影係假噶，出邊咧係點點點，喺陽光下面咧有好多唔同嘅顏色，跟住咧好多嘢有實體乜乜乜乜咁啦。咁啲人咧梗係唔信佢啦。我想講咧就係其實無論係2000幾年前嘅希臘社會啦，甚至乎我哋而家現代嘅世界都好啦，好多人都好似洞穴裏面嘅人一樣，係被感官所蒙蔽。正所謂耳聽未為實，眼見未為真。有好多時我哋見到嘅嘢、聽到嘅嘢，可能只係事實嘅一部分，係好片面嘅。我哋係必須要透過哲學嘅思考啦，先可以擺脫束縛，去揾到真理咯。大家都知道啦，柏拉圖咧係一個夢想家啦，亦都係一個社會設計師。咁佢嘅《理想國》呢本書裏面咧，已經描述咗一個佢覺得完美嘅世界、完美嘅國家應該係點樣運作。佢係有一個政治嘅理念喺裏面嘅。佢認為咧，國家唔應該由獨裁嘅國王去統治，應該要由一個有智慧嘅哲學家去管理嘅。柏拉圖咧認為呢個理想國裏面咧，大家都有唔同嘅職能嘅，有好明確嘅
嘅分工同埋團隊嘅制度啦，會有人負責思考啦，去洞察問題啦，亦都有啲侍衛會保衛市民啦，亦都有生產者去負責勞動，各司其職咧就會達到社會嘅和諧同完美啦。當然啦，佢依家係講緊個最 ideal 最完美嘅情況，咁好多人都話講啲咁理想嘅嘢都不切實際嘅，冇用㗎咁樣，但其實我就唔係咁睇嘅，因為我會覺得要有人將最理想最完美嘅嘢講咗出嚟，起碼大家跟唔到十足，都起碼有啲渣拿，有7-8成，有一個完美嘅指標去邁進，去作為一個努力嘅方向。咁所以我會覺得有陣時有啲好 ideal 好完美嘅嘢，唔係話不切實際，唔係講嘅價值都冇咯。大家起碼可以有一個參考嘅指標咯。其實柏拉圖嘅哲學咧，係對整個西方社會、整個西方世界嘅思想咧，係有好大嘅影響，奠定咗一個堅實嘅基礎啊。佢嘅理想型啦、理型世界啦，至今亦都係激發咗好多人類咧追求真善美同埋一個完美社會嘅一個思考嘅。嚟到我哋今集嘅最後一位大師啦，就係亞里士多德。簡單嚟講咧，佢就係一個人肉百科全書，係一個科學家、實踐家。簡單講一講亞里士多德嘅背景啦，其實佢就唔係希臘人嚟嘅，佢就係希臘北部嘅馬其頓王國嘅人啦。而佢跟柏拉圖學嘢嘅時候咧，柏拉圖咧其實已經61歲啊。由於咧佢自己嘅父親咧都係一個受尊敬嘅醫生啦，咁所以佢嘅科學頭腦咧係比較清晰啲嘅，佢絕對係一個科學家。亞里士多德係一個嚴謹嘅科學家，佢認為凡事都要親自觀察、分類、歸納，然後得出結果。而喺佢嘅理論之中咧，最出名咧就係四因說啦。咁咩叫四因說咧？就係佢認為任何事物嘅存在都可以由4個方面嚟到解釋嘅。咁我唔知大家嫌唔嫌悶啦，咁我試下同大家講一講啦。咁第一個就質料因啦，例如我哋要理解一個雕像，咁第一個質料因咧就係我哋要諗下構成呢個東東嘅材料係啲乜嘢啦。例如如果我要用質料因去理解，咁佢就係呢個雕像嘅材料就係一個大理石造成嘅。好，第二個因叫形式因，即係話呢個東東嘅本質同埋形狀係啲乜嘢啦。咁呢個雕像嘅形式因咧就係佢就呈現咗個人形，例如就係一個 thinker， 一個大衛像咁喺度諗嘢啦，咁佢就係一個諗緊嘢嘅人，咁就係佢嘅形式因啦，就係佢嘅形狀啦。好，第三個咧就係叫動力因，動力因就係點解佢變成依家咁嘅貓樣咧？點解咧？就係雕像嘅動力就係雕刻家，係一個叫雕刻家嘅人想雕佢出嚟，咁咧佢就會變咗依家咁嘅樣啦。就呢個就係佢嘅動力個 motivation， 有咩人有個 motivation 做咗啲舊嘢出嚟啦。好啦，第四個就係目的因，佢點解會存在咧？佢存在嘅目的係咩咧？咁可能呢個雕像嘅製造嘅目的就係為咗紀念某人，又或者純粹想擺設裝飾個空間，或者甚至乎再勁啲就係呢個雕刻家其實佢有啲乜嘢想宣泄，有啲乜嘢信息想話俾大家聽，所以就雕嚿咁嘅嘢出嚟啦。咁呢個就係目的因啦。聽落咧好似有少少複雜，但其實亦都唔係好難理解嘅。亞里士多德咧覺得理解世界萬物運作咧都要基於呢個基礎嘅。佢認為咧只要全面了解呢4個方面嘅原因啦，就可以認識一件事物噶啦。另外好值得提一提嘅咧就係亞里士多德嘅倫理學，因為佢嘅倫理學咧同我哋中國嘅中庸之道咧其實係不謀而合嘅。佢認為咧所有嘢都唔應該各走極端，唔應該有2種嘅極端啦，應該恰到好處。例如一個人太勇猛咧或者太懦弱咧都係唔 OK 嘅。適當嘅時候我哋要 speak up 去表達自己，或者係要有啲立場勇敢企出嚟，但係適當嘅時候咧我亦都要謙虛，識得咧去退後一步，換位思考咁樣啦。咁而喺政治方面咧，佢認為咧過分嘅獨裁同埋過分嘅民主咧都會瀨嘢嘅。就算係過分嘅民主，其實都唔係一件好事。點解咧？如果基於一個少數服從多數，如果多數嘅人係一個自私嘅人，咁佢出嚟嘅結果咪係一個導致唔和諧嘅社會咯。佢鼓勵咧喺人生每一樣嘢咧都要揾到個平衡點，唔好走向極端，咁咧人先會得到幸福嘅。亞里士多德咧佢仲係一個邏輯學嘅開創者，佢好有系統咁樣咧整理咗邏輯推理嘅方法，而最為人熟悉嘅咧就係三段論啦。咁咩叫三段論呢？咁我哋喺度舉個例子啦，例如就係話阿媽係女人，你係我阿媽，所以你係女人。咁呢個咧就係一個三段論嘅例子啦。呢個嚴謹嘅推理方法咧，為後世嘅科學同埋哲學咧奠定咗基礎嘅。好，喺呢度就住三段論咧，我想伸延一個話題嘅，就係大家聽下以下嘅呢個例子，睇下有咩問題啊。例如我話靚女係唔會放屁，你係靚女，所以你唔會放屁。大家係咪聽得出呢句說話嘅問題喺邊呢？咁個問題咧就係因為佢一開始個假設就係錯咯，因為其實人係唔會唔放屁噶嘛，即使你係靚女，你都係會放屁噶嘛。由於佢嗰個第一句嘅假設係錯，所以佢最後嘅結果都係錯嘅。咁我想講咩呢？點解好似突然岔開咗話題呢？就好多人呢喺做推理嘅時候，佢一開始佢就冇 fact check， 冇搞清楚佢本身嗰個資料啦，來源係咪啱啦，亦都係一開始佢已經有好大嘅誤會，所以佢一路推演落去呢，佢諗嘅嘢全部都係錯。正所謂就係諗錯嘢啦呢啲。咁所以
以呢個大家都反思下，會唔會我哋有時去做推理啊，或者去做一啲結論嘅時候，我哋一開始個假設已經係錯呢？亞里士多德涉獵嘅知識範圍咧係非常之廣泛嘅，由生物學到詩歌，到物理學，到倫理學，甚至乎係社會政治科學，佢都留低咗好多唔同嘅信息俾我哋，絕對稱得上係一個知識嘅巨人，亦都為後世打開咗科學同埋理性嘅大門。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啦，多謝大家聽到嚟呢度啊！其實我頭先咧所分享嘅咧，只不過係蘇菲的世界第一部分嘅內容。蘇菲的世界咧，仲有好多精彩嘅信息啦、內容同埋故事咧，我係想分享嘅。例如就係我思故我在嘅笛卡爾啦。呢啲關於哲學嘅小故事咧，唔知大家會唔會有興趣聽啦？如果大家唔嫌悶有興趣聽嘅咧，可以留言俾我，話俾我聽，你哋繼續想聽蘇菲的世界嘅下一部分咧，咁我就會繼續講噶啦。咁如果今個星期咧，我係未睇到留言話想繼續聽蘇菲的世界咧，我就應該會開始講另一本書先嘅，因為始終我呢一個 channel 都係好新啦，咁我都係想分享多啲唔同嘅題材，睇下邊一啲題材咧，大家係比較有興趣嘅。再一次多謝大家聽到嚟呢度啊！我係螢火書蟲，會繼續介紹好多好書俾大家聽嘅，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CLS 晒我，下集見。